1975年2月23號，日本山梨縣甲府市一個平靜嘅黃昏，兩個放緊學嘅小學生行緊返屋企嘅路上，點知佢哋撞見咗外星生物，從此改變咗日本 UFO 研究嘅歷史。銀色嘅飛碟、詭異嘅外星生物、燒焦嘅地面痕跡，呢單轟動全國嘅甲府事件，究竟係一場世紀大誤會，定係真有人類首次近距離接觸外星文明？今日我哋一齊翻開呢本被封存嘅檔案。當日下晝5點半左右，10歲嘅河合雅之同7歲嘅弟弟行經一片葡萄園，突然間細佬指住天空大叫：阿哥，嗰度有個好光嘅銀色圓形物體。兩兄弟抬頭一望，真係有個直徑5米、底部有一排窗口嘅金屬物體，靜靜咁浮喺半空，表面仲有規律咁閃住橙紅色嘅光。佢哋話個飛碟無聲無息，但突然啪一聲加速，消失喺雲層。正當以為事件完結，更震撼嘅畫面出現，葡萄架後面竟然企住兩個全身啡色、皮膚似樹皮嘅人形生物。細佬事後咁樣形容，佢哋身高大約1.3米，戴住反光頭盔，手揸一支疑似槍械嘅物體，胸口仲有塊鏡一樣嘅裝置。兩兄弟嚇到轉身狂跑，但其中一個生物竟然舉起手，似係想溝通。第二日，兩位小朋友嘅家長帶警察到現場，發現葡萄園有直徑2米嘅圓形凹陷，草叢燒焦。更驚人嘅係，兩兄弟用即影即有相機影到飛碟嘅相，雖然模糊，但輪廓同佢嘅描述完全吻合。事件經山梨日日新聞頭版報道之後，全日本陷入 UFO 熱潮，但係疑點亦都接踵而嚟。第一，細路嘅口供會唔會夾口供？但專家發現，兩兄弟分開問嘅細節，連飛碟窗口數量、外星人手指形狀都完全一致。第二，燒焦痕跡檢測到輻射值偏高，但係政府冇公開完整報告。第三，當年 UFO 研究者上田純一郎到現場，發現葡萄架頂部有被壓彎嘅痕跡，疑似飛碟降落時造成。不過反對聲音一樣猛烈，有人話可能係自衛隊嘅實驗飛行器，或者美國嘅間諜裝置。心理學家就認為細路可能將黃昏光影錯覺幻想成外星人。更陰謀論嘅講法話，當時日本電視台熱播《超人7星俠》，兩兄弟係咪受劇情影響？無論真相如何，甲府事件完美踩中70年代嘅全球焦慮。冷戰高峰期，能源危機，人類既驚又期待外面嘅世界。事件之後，日本 UFO 目擊報告1年內暴增3倍，仲催生咗 UFO 與宇宙呢類雜誌嘅熱賣。有趣嘅係，甲府市後來仲將事件寫入小學教材，當做批判思考案例。當地旅遊協會更推出外星人葡萄園打卡路線，直到今日仍有唔少 UFO 迷專程去朝聖。45年過去，兩兄弟已過中年，依然堅持當年所見絕對真實。2019年，有人用3D 技術復原咗當日嘅飛碟相，發現光影效果難以用當時技術造假。到底係跨越星際嘅接觸，定係一場集體心理暗示？甲府事件似一道冇答案嘅謎題。好啦，又到咗片尾。如果鍾意今集內容，記住按 like 支持下，順手分享出去。仲未 follow 我哋 channel 嘅兄弟姊妹，快啲訂閱同埋按個鐘仔。你哋每個支持都係我繼續拍片嘅動力。下次再同大家吹水，拜拜。